台南市资源回收量逐年增加，对2018年31000多吨，最近这3年拢超过4万吨啊！加上国际市场这需求量变低、欠工等问题，连2年这资源回收干那卖2000多万。针对这部分，台南市环保局有设一个幼态分类场，除了省人工，也有租金，而且也有回馈金加太阳能发电的收入，增加收益。工作人员为规堆的玻璃杆仔内底，甲毋是玻璃制品的回收物拣出来，剩的玻璃计数1公斤，杆仔一角，搁要分析水是有够麻烦。另外一边是甲电火球分做一般甲 LED， 这拢需要骹手处理。资源回收量逐年搁咧增加，台南市永康区清洁队逐工平均拢有23吨的回收量，骹手是无啥够。目前永康的人口数最多，所以它所接收的回收物也是最多的啦，真的是回收量太大了。那我们现在清洁队配置上、人力上真的是有短缺啦。台南市环保局统计，2018年有31000多吨的回收物，不过疫情影响改变民众消费模式，这几年拢破4万多吨。另外，回收物嘛因为国际市场需求低，阁有欠人的问题，这2年回收物敢若会当卖2000多万。因为安尼，台南市府按算要设置细态分类场来省卡手。完全靠机器来作业，你分出来的资源物就比较有价值，可以提高收益。除此之外呢，它底下会有一些筛下物，就是对于可能还是要进焚化厂处理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配合部里面环境部在推的 SRF 政策，希望一并检讨。目前桃园、新北都已经设置细态分类场，来台南规划伫咧安南区清洁队用 BOT 的方式设置细态分类场，预计明年找厂商，希望一冬来完成。除了省卡手，阁有租金、回馈金、甲太阳发电收入，会当创造多赢。若成效好，会阁设置第2个细态分类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